行佇咧校園哪會出代誌？中央大學一個澳門的僑生，行佇咧學校的斑馬線，刷去互倒挖的公車搞過，下半身全凍傷，即賣也住佇咧加護病房觀察。客運業者出來回釋咧，講司機要挖無先停讓才會出代誌。也即馬已經加人停職，也即個司機是講事當時是無看人，警方依照過失傷害罪嫌，移送地檢署偵辦。警衛經鬥埔路加緊救護車救援，因為警消息曝光，這間大學內底發生嚴重車禍，公車去弄到一個男學生。互弄到是20歲澳門的僑生，互公車底盤底掉咧。經過消防初步檢查，下半身受到重大創傷，腳骨真儕所在挫傷。對26案發到即陣已經3天啊，即陣也佇咧加護病房觀察。廖姓男子經酒測值為0，全案依過失傷害罪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。這車禍發生佇中基大學校區內底，造成事故54歲姓廖司機暗時10點外駛967路線公車開入去學校內底，就是佇咧倒挖的時陣，挨過行佇咧過路線姓王的男大學生。涉案司機講，當時無看到人，也毋過傳說案發當時傷者是互來回挨過，也毋過警方甲客運業者攏講這部分毋是事實。公車駕駛沒有落實左右轉停車再開，所以錯判了，然後沒有注意到行船線上的行人，那他也很後悔。現在公司就先給他停職。儘管司機已經駛10多年啊，過去也無重大交通的違規，也毋過所屬的公車業者係實的。特別講，即擺事故司機無落實停車才閣開，答應負責一切賠償損失的費用。也那學校是發聲明講，學校內底限速30公里，已經要求公車業者甲學校的交通車愛遵守各項交通的規定。沒注意。其實，去年5月，南華大學也捌發生女學生行佇咧學校路的，互客運捌過的時陣弄到，盆骹骨大出血。今年10月，屏東科大也有大學1年級學生佇學校騎車西彎偏離車道，弄到分隔島加路頂跳，不幸死亡。對着連續發生的學校內底車禍，對學校的交通安全、整體路線甲工程規劃層面，攏有檢討所在。記者鄭華報道。